Hello，大家好啊！各位加拿大嘅朋友又見面啦。嗱，我係你嘅理財同埋保險專家顧問 Wilson 啊。上一集呢，我哋就去到呢個歐洲啦，同大家傾下點樣可以利用到配偶嘅 RRSP， 可以幫到夫妻慳更多稅，喺個稅局嗰度攞翻自己更多嘅錢翻嚟。好多朋友呢，同時間亦都要問埋我啦，就係話，喂 Wilson 啊，我哋收入唔係話太高，唔係話10萬以上啊，25萬甚至30萬以上嘅，但係有冇啲更加靈活、更加彈性、門檻呢比較低嘅儲蓄計劃選擇先？嗱，你哋都問得啱啊，亦都問得非常好啊！今日呢，我就想同大家深入淺出咁樣生動啲講下，幾乎個個加拿大嘅稅務居民啊，都應該有嘅一個叫做免稅戶口 TFSA 啦。佢就好似一個超級嘅錢罌咁樣啦，入面嘅錢呢，投資嘅時候呢，增長係完全免稅嘅。你諗下喺加拿大有啲乜嘢嘢係可以投資嘅時候可以免稅啊？加拿大咁多稅啱唔啱啊？攞出嚟嘅時候又好彈性，唔需要打稅嘅。即刻咧同大家拆解下點樣可以用呢個免稅戶口用得最聰明啦。第一，佢最大嘅益處咧就係可以創造一條免稅嘅收入管道啦。嗱，你試下想象下，你同你嘅朋友每人都拎7000蚊去投資，你咧就用一個普通戶口去投資嘅啫，但係你朋友咧就用一個免稅戶口 TFSA 咁去投資。假設每年都有7厘啊8厘嘅回報啊，10年之後大家都想象到啦，個投資可以漲到一個點啦，啱唔啱啊？但係呢，當你想攞錢出嚟享受呢個成果嗰陣呢，個分別就大咯。你嘅普通戶口又要打稅，又要資本增值，各樣嘅稅項唔同噶。而你嘅朋友呢，喺免稅戶口呢個 TFSA 攞出嚟嘅時候呢，每一分錢啊，連本帶利，所有嘅利潤呢都係100%，全部可以落晒袋嘅，根本就唔需要交稅噶。呢個免稅戶口最核心嘅爆炸力呢，就係可以幫你建立一個未來完全免稅嘅收入來源。無論喺用嚟補貼自己嘅退休啊，達成旅遊願望啊，好似我咁周圍玩下、食下、開心下咁樣，定係話可以應付突如其來嘅一啲使費，呢條嘅渠道流出嚟嘅稅呢，全部都乾淨水、純正水嚟嘅，100%唔需要打稅嘅。第二個好處呢，就係非常之靈活性啦。嗱，人生各個階段啊，呢一個免稅戶口呢，都可以成為你嘅財務嘅瑞士軍刀嘅。呢啲好處呢，就係超級靈活，唔使睇你收入幾多，而且時間提取呢，都唔會影響你當年嘅收入，好似 RRSP 咁樣嘅。更加精妙嘅呢，就係譬如個供款額度嗰度可以自動將今年就算你攞走咗出嚟嘅金額呢，可以加翻上去嘅。所以你可以咁樣用佢啦，聽住啦。喺短期嘅話呢，可以譬如俾自己買車啊，幫自己裝修下、update 下，有個小目標嘅儲蓄咁樣啦，賺多少少利息，好過放喺普通儲蓄戶口啦，免稅噶嘛。嗱，中期嘅投資嘅話呢，你可以作為幫自己進修下，又或者創業嘅基金都好啦。需要隨時提取嘅話呢，又唔會心痛要交稅喎。如果長期投資嘅話呢，佢除咗好似 RRSP 之外，退休之後可以作為第二把交椅，令到你有多一個收入噶。因為你提取嘅時候完全免稅，生活就更加自在啦。好多人問，咁幾多歲開始可以用啊？幾多錢可以擺落去啊？好簡單嘅啫，只要你喺加拿大稅務居民年滿18歲並且擁有呢個社會嘅保險號，即係先 number 啦，就可以開噶啦。無論你係學生又好，打工又好，啱啱開始工作又好，定係你已經準備退休啦，只要係加拿大稅務居民呢，你就合資格噶啦。至於每年可以供幾多錢呢，你就要去政府個 CRA My Account 嗰度去查翻自己準確嘅供款空間。千祈唔好超多供款啊！因為你供多咗呢，有啲罰款噶，每個月罰翻你1%噶。咁好多客人就問我對比下，喂，免稅戶口 RRSP 咁邊個好啊？用邊個正啲啊？呢兩樣呢，基本上都唔可以忽略，唔係話邊個勁過另外一個。其實我話俾大家聽呢，個思考方向俾一俾你啦。優先考慮可以用呢個免稅戶口啦。你預計自己未來退休稅率而家差唔多嘅話呢，甚至更高嘅話呢，收入越嚟越高啊，或者你需要嘅資金嘅靈活性嘅話呢，又唔想鎖死筆錢呢，咁就啱你啦。如
果你優先考慮 RSP 嘅話呢，就係如果你嘅收入個稅率係比較高嘅，明顯高過你預期嘅收入退休稅率嘅話呢，你就應該用 RSP 啦。供款呢可以即時刻幫你減低收入，即刻慳稅，攞翻更多錢翻嚟啦。最理想嘅狀態係點樣呢？當然就係雙劍合璧啦，用兩個戶口，一個嚟慳稅，一個嚟投資增值，免稅梗係好啦，係咪？最後我要提大家幾個要點啦。免稅戶口 TFSA 佢只不過係一個用戶名嚟嘅啫，入面可以唔係淨係放現金㗎，你可以根據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去選擇啲定期股票基金咁樣，有好多種投資嘅。如果你問我呢，我可以幫你解答晒呢啲問題，冇問題嘅。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可以有機會跑贏個大市通脹甚至實現可以真正增長免稅嘅話呢，唔好等啦，喺片尾嗰度記住集低我哋嘅 QR code、電話甚至電郵，直接聯絡我同埋我嘅 VIP team，我包保半個鐘頭之內教識你。不過記住免稅戶口千祈唔好超額供款啦，因為會罰㗎。如果你都想諮詢我哋嘅專業意見嘅話呢，唔好等啦，2026年就開始幫自己開始投資、開始理財啦。我哋可以根據你嘅人生階段同埋財務目標去配置 TFSA 同埋 RSP。總結嚟講呢，免稅戶口就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稅務優惠嘅一個戶口，你可以好靈活咁樣用呢個財富嘅工具，無論你幾多歲呢，都值得應該馬上開㗎啦。就算你少少開始，50蚊、100蚊、200蚊一個月都可以免稅福利咁增長，呢個奇蹟就係你啲錢再生錢啦。希望呢一段嘅分享呢，幫到你哋可以更加了解到自己嘅免稅儲蓄錢額。如果有啲咩具體嘅問題，隨時可以問我或者我嘅 VIP team。祝大家理財規劃都順利啦！今次係咁先，再見。